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是谁闹着不睡觉啊？大男人怎么能跟小女人一样粘人呢？嘿嘿嘿嘿，这不是要黏着你，这是要质问你，怎么可以输给那白脸书生呢？谁说我输了呢？你不要唬我，我早就收到了体育督副的密报啦，你根本就没想赢得这场比赛。我当然要比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但劳烦你操心国家大事，还要操心我的小事。睡吧，一觉醒来我就给你赢回来。没骗我啊？我到现在为止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也是。那你要怎么能赢得那场比赛呢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快去睡觉。好，那朕就再相信你一回。哎，元宵，如果我输了这个比赛，你还会认我这个爸吗？如果你压根就没想比，那我就不认了。如果你比了，但还是输了，那我就，嘿嘿，让我再想想吧。哈哈，睡觉去喽。小滑头。谢谢光临，慢走。明明昨天客人还一批接一批的呢，今天突然就没人了。天气还分晴雨呢，哪能天天都一样啊？别对自己要求太高了。现在的情况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，我是挺开心的。不对，肯定有情况。你这几天太辛苦了，放松一下。这儿吧，就这儿了，随便坐，环境不错。是。哎，我们坐那儿吧。芬妮，你怎么？你不是不接其他餐厅的代言吗？真人秀。是真人，不是秀。今天过来是李欢邀请的，就当是老朋友吃个便饭，试试他的新菜。他说觉得好吃或者不好吃都可以发微博分享出去，绝不是广告，没有公关稿的。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我也是过来看个究竟的。你干嘛呀？不干嘛呀？做你的救世主。宝玉，福生，帮我拿一下。啊。我出去一趟。
我看一下这个菜单了。菜单来了，好，谢谢。这个看着不错，这个我试试。行，老板娘点餐啊。这1号餐和2号餐都挺不错的，你给我建议一下吧。大家都在办公室工作吧？是啊。在封闭的环境下，空气不容易流通，经常吹空调、放暖气呢，容易皮肤干燥。坐在电脑前，容易头昏眼花。不如试试这个1号套餐，枸杞鸡蛋羹可以明目，木耳香菇饭，再加上玫瑰猪手，不错的。美容养颜，堪称是完美。哇！我要套餐1，我也要。哎，我也要。大家都有好眼光啊，不过很可惜，它是限量供应的，每天只有20份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套餐2和套餐3。比如芬妮小姐平时工作量大，拍戏呢又经常熬夜，睡眠不足，工作压力又大，所以最适合改变气色、增强体质的套餐3。卖饭还是卖化妆品？哼，这听着呢倒是挺有意思的，不过这好不好吃，有没有营养，试过之后才知道。老板，给我一个套餐3。我觉得套餐2挺适合我的，就要套餐2吧。套餐2，套餐2，我要套餐2加外卖吧。好。而且呢，新单优惠一律7折，还望大家多多光临。7折？别担心，薄利多销，亏不了。你这只有女性套餐，这等于性别歧视，把男性顾客都拒之门外了。对啊。各位里面请。李总，我没迟到吧？大家请坐。刚打了场比赛，不好意思啊。皇上。爸爸好棒，坐。原来你爸爸昨天去打篮球就是为了这个，爸爸真棒。哇！反面的套餐是专门为男性准备的。据我多日的调查分析，等一个人呢位于商业区，其中的顾客多以白领为主，其中女性白领呢就会占到7成，年龄跨度是25岁到35岁之间。针对这样一个女性群体，最重要的是银子。 no， 爱情不是，事业。别故弄玄虚的，说重点。当你弃权，最重要的当然是身体健康了。废话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说？他们不仅仅想要身体健康，他们更想要美好的身材，还有光鲜的外表。我发现每栋大厦呢都有沙律、三文治这样高纤低脂的食物售卖，而且啊都排着长队，满满的。它们的样式单一，并且不容易吃饱。只有等一个人设计出美味健康的菜单来，这才是长久之策。你不过就是改良了别人的成果，加上一些包装和噱头。包装全都是噱头，但是噱头呢，只能一时的吸引人，最主要的还是食物本身的烹饪和调制。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为了制造更多的惊喜，只能委屈浮生了。哦。
不能说，不说。怪不得那天我怎么问你，你都不说。傻福生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能不说呢？不说，不能说。辛苦，福生了。所以说，你昨天不是去打篮球，而是去拉拢那些男顾客。我看周围有一些人有打篮球的爱好，所以我就去问了他们的口味跟需求，并且跟他们打成了一片。省得某些人会说我只会为女生卖吃的。老板，你太赞了！我还以为你不想参加比赛呢。他那不过就是投机取巧加上运气而已。是需要一点点运气。比如说，芬妮愿意帮我。应该感谢你，让我轻轻松松的吃了一顿鲜体美味套餐才对。又拍照又签名的，也没有吃什么，我就自作主张，给你加了一道菜。真的？不知冯老板介不介意啊？我当然不介意了，我也想谢谢芬妮呢。这是为你量身定制的，你可要好好吃啊。我好期待呢。老板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，里面有木耳，还有豆皮儿，你说巧不巧啊？这主要的功能呢，还是排毒养颜，不长肉。希望你能喜欢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请。妖女，你一定要遵守承诺啊！父皇要是赢了的话，可就别再给他脸色看啦。知道啦。嘿，鳄鱼叔啊，咱们先上车吧。走。今天真的不用谢我。哎，你这个人，我做这些又不是为了你，没有什么好谢的。难得我儿子喜欢这里，我就投其所好，为他做点事儿吧。再说了，你这家店，我看我也收不回来了，索性就死马当活马医呗。做生意嘛，讲究正比例。你的生意做得好，我赚的租金越高。你
还真是自大啊！那是，我都说过了，我动动嘴皮子就能搞定。累了，回去。F 啊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哪有啊？我跟以前一样。那你笑什么呀？来了来了，苹果来了，拉大声一点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跟我说让我联系那幼儿园啊，我联系过了，明天就可以安排面试了。啊。幼儿园是什么啊？幼儿园就是学习的地方，可以去那儿跟小朋友们一起玩。这不去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怎么可能天天待在家里呢？而且我们都有工作，没有时间看着你的。那这可以去等一个人啊。那就更不行了，天天跟那帮人瞎胡闹，成何体统啊！哼。我明天正好有个会，鳄鱼，你陪他去吧。行，没问题。累了一天了，终于可以歇一下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我只是觉得自己很没用。你怎么会没用呢？你是我们等一个人学历最高的，我们店的智商担当啊！你不用安慰我，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却怎么也比不过李欢。我真傻。你以前的男朋友都那么优秀，有医学博士，又有像李欢这样的商业奇才，我却以为我是你的最佳选择，还常在你面前表现自己，真是很傻很天真。黄辉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讨厌冬天的，因为总是动手动脚的。但是，因为你的出现，我觉得这个冬天特别可爱。在你身边，我觉得很温暖，很自在，很放松，这些都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。真的吗？嗯，你就是你，别人代替不了的，所以你一点儿都不差。你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、很珍贵的。谢谢。朋友。叶波，谢谢你今天为我做的大餐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哎，你别这么说。其实我很想你，我早就想见到你了，但是你也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。叶波，我知道，但是那个等一个人的厨房实在太小了，材料又有限，我又不是干粗活的那个材料。没关系，其实那天……哦，那天我知道那天，等真的到了那一天，等到我真的东山再起，挣了大钱，我一定包世界上最高级、最豪华的厨师，就给你一个人服务，好不好？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这都不是你想要的，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今天不早了，等你什么时候想好，我们再见面吧。芬妮，我那个什么，我就是想说，芬妮，我又哪句话说错了？我又惹你生气了？这太难了，我又哪句话说错了？他到底想要什么呀？他蠢的我吧，笨牛宝宝，翻滚的牛宝宝。
敢问这位爷，您认识我家主人？你家主人？你家主人是狗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赶紧把这些东西全部清理干净，这是污染市容。你敢损毁将军画像？怎么了？不服气啊？我只是找人，你怎么可以不讲理呢？难道你们现代人都这么不讲理吗？哟，你这疯子还敢跟我顶嘴啊？别怪我不客气。哎呦！柳儿，小花，你就别出声。那个，这位爷，不，城管哥哥，我这个朋友他从农村来的，他蠢，不懂事儿，那个不懂城里人的规矩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就不用。哎呀，真不用，小事。你们呐，记得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就行了。哎，别再乱来了啊！来，谢谢，您真是个好人。没事。跟我来。我问你，你们最后把太后娘娘怎么样了？我好歹也是你的救命恩人，要不是看在你是古代人的份上，我才懒得救你呢。喂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不要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好不好？你跟你们家拓跋将军追杀我们的仇，我们还是会追究的。刚才那个武士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搞定，没有你这位救命恩人，我也能逃走，所以不必再次威胁。不过，我倒是想看看，你这个媚俗只懂得拍马屁的胆小鬼，要怎么追究我？老古董，老顽固，哼，你肯定不知道吧？现在城管可比禁卫军难缠得多。哼，现代社会啊，你这个古代的女侠没什么用处。在现代，你不一定比我小柳儿厉害。柳儿，姐姐。